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同大家分享一句台湾本土的诗人吴胜佢讲过的话，佢讲每一道美味都是从深切而浓郁的土地情感孕育而来的。也就会讲对土地的情感，而实践我们对土地的情感有乜嘅丰盛哦。有啲人可能會轉到農村、轉到家鄉來做農事，不過除咗做農事以外，係唔係還有其他嘅事情做得做呢？今日福喜來出同大家紹介一隻動神奇嘅哦，應用嘅老一隻農村農作物結合到一個新嘅想法、新嘅方式來呈現俾大家。今日來分享今日嘅來賓，歡迎芳山農壩的阿山，你好。嗨，你好，我叫阿山。今天来到这里来介绍我们的品牌芳山农壩。芳山农壩，欢迎你哦！韩国那个一嘞是我们的小芳，欢迎你。大家好，我是小芳。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南庄玩。係冇錯，今日就對苗栗南莊來到亞同大家紹介今日的位芳山農壩。其實這個芳山農壩是什麼壩？是酒壩，對不對？對。但是我們聽到酒壩，大家覺得奇怪了。酒壩就係啲都市啊，可能台北啊，離苗栗較近的可能台中啊，在南部一點可能高雄，大部分都是會把酒壩跟繁荣的都市聯想結合做共下，但是也就沙啲苗栗南莊要在小小的村莊底度來經營這個農村的酒壩、農創的酒壩。那為什麼會想要在南莊？是因為你們是南莊人嗎？不是我們是附近的頭份人。頭份人，對，那怎麼會想說要在南莊開一個酒壩？因為我當時返鄉回來，第一份工作是在南莊的民宿作為管家。返鄉，所以其實你之前是在其他地方外地生活的。對，我現在都在台中。台中是從什麼時候之後就離開苗栗？我那大學的時候。大學的時候就離開苗栗。對，高中是在附近的新竹。所以後來就離開苗栗到台中去工作。對，然後後來為什麼又決定說要回到苗栗？因為覺得自己的年紀已經到了，快要到30歲了。年紀已經到了，你現在才幾歲？可以了，你就喊還有想講年紀已經到了。我覺得該是已經定自己的風格，然後該回去扎根的時候了。所以就決定要回到苗栗。那為什麼會選在南莊這個地方？剛好是朋友那邊開了民宿，對，然後我在那邊待一陣子，可是待在那邊我覺得我看到太多的問題了。問題，比如說，這邊是沒有夜間觀光的，然後再加上對夜間觀光要懂從有隱蔽從苗栗，我講我家好了，我家其實在苗栗市，到拜政府開始節啦，差不多9點。我走在路上其實是沒有燈的，我家住在苗栗市都這樣。那我想其實都南中，還有可能其他苗栗市的其他鄉鎮，大概市區大概就是苗栗市跟頭份鎮、竹南鎮這邊比較繁榮，但是其他地方可能晚上都是非常的寧靜。然後行程安補亞的行程，大家去到苗栗搞安補亞可能就可以去看螢火蟲，對，賞賞夜景，大概是這樣子的一些行程。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你才覺得苗栗的夜生活比較少？我覺得夜生活少，也有包含就是苗栗的年輕人口外流比較嚴重，然後所以大家在所謂的創業部分會比較偏保守，然後像夜間的部分，太多人都太早休息了，9點要做給誰呢？沒錯，但是南莊很多的住宿客，因為那邊的民宿非常多，所以你就是因為想要提供這些民宿的旅客有一個休閒的地方，是對，但休閒的方式有非常多種，夜間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種，怎麼會想要選擇酒吧？想要融入一些衝突性的東西，衝突性，對，像是酒，它跟在地的東西去做一個結合，對，然後有衝突性又有深度，所以你是想要把
在地的特色，用酒的方式呈现本台家。我以为你是想要说，因为我就是爱喝酒，所以我就开了一个酒吧。其实我也爱喝。所以其实也是因为你自己的喜好，然后你自己是苗栗人，你看到安利苗栗的特色，看到南庄，看到农村的特色，想要了解结合做乡下，然后告诉大家。对。所以我刚刚从阿山的口中，我觉得你对农村，对你现在的工作是有热忱的。那以前呢？我想听听你以前投拜到其他地方的都市做些时间，你做的是嘛该相关的工作？平面设计。平面设计，那是一个感觉薪水非常高的工作。哦，其实没有。真的吗？对啊。对，为什么会觉得？因为其实应该说，薪水跟工时比较起来，感觉是少的，是这样吗？对，你换算下来的话，你花费的时间。好，跟你得到的那个收获，我觉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可能比一般的行业来说还要辛苦。平面设计你大概一天要工作多久？我觉得至少9个小时、10个小时以上。哇塞！对，有时候更长，你可能做到睡眠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都有。没日没夜。对。然后因为是设计类的，有时候其实灵感来了就是源源不绝，可是没有灵感的时候，很可怕的。对。就被催着交稿，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是很辛苦，所以让你决定你想要回来家乡。那小芳呢？你本来的从事的工作是？我本来是在园区上班啦，然后我算是就是被他抓进来一起做酒吧这件事，不得不被抓进来。哦，了解。那其实你们2个人的工作听起来都同样酒吧同调酒没嘛该相关。你们本身之前对调酒有一些基础或者是概念吗？其实也没有哎。刚刚点头是什么意思？以前只是爱喝而已。爱喝。对，那是去哪里学？因为没有基础，你要调酒也不是一个大家人人都会的工作。就是因为不是人人都会，而且它好像看起来有点难度。好，但是我就是更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让苗栗的夜生活更不一样。那你们是去哪里学习这个调酒的？台中的一个朋友。朋友？对。哇，那这个朋友他也很热心教你吼？算是蛮热心的，也是我拜托蛮久。你拜托蛮久，但是我听说中间其实很曲折，你在开店前1个礼拜才学调酒。对。为什么？拜托了好久，他在那个时候才过来。因为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他以为你在开玩笑，因为可以叫酒吧，他觉得要在苗栗开一间酒吧是开玩笑。加上我要去调酒，他也觉得我在开玩笑。所以他不相信你有要在决心，我一定苗栗，还有要真的认真的开设一个酒吧，他不相信你。直到前1个礼拜。对，前1个礼拜，我真的拜托他来，然后我说我的店真的快开了，请过来教我吧。然后他才过来看，这样子。然后就哇塞，全部都准备好了。是。所以就教你。对，只差技术。而且我听说他教你的方式跟一般像你阿群我懂好煮菜，我煮菜我喜欢可能看食谱，我们应该说都有一个规则可循。那我想请问你的调酒也是这样子的方式吗？不是哎。你用没讲不是？他教我的完全都是在那个口感调制的观念，所以他并没有告诉你说，好，我今天伏特加我要加多少 CC， 然后再加多少 CC 的什么柠檬汁，还是多少 CC 的柳橙汁，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重点都不是这样子。给你搞你的口音，太部分黑，比如说像是口味的搭配吗？口味搭配，然后再加上你要去了解去。想象一下你的食材带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对，还有调性对，然后再去融合，有点困难。那我们用简单一点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以阿山你自己的调酒经验，如果一般的观众朋友乌卡低度控能不会以为一些酒，比如说红酒、伏特加或者是 whisky。这3种比较感觉好像大家家里应该都有的酒，或者是要喝比较好取得的酒。是。那如果依你的无酒单的调酒方式，你觉得在概念上面这几种酒应该搭配哪一些的食材或者是味道？
最简单的好了，最常见我们就是伏特加嘛，对，然后伏特加它是属于味道很干净的一支酒，对，然后带有酒香，对，好有就是烈的感觉，对，那我们就很简单，可能加上汽水，增加它的甜度，还有加上柠檬，也可能是果汁，对，它算是就是调出一个有酒精浓度的调酒，果汁这样子。对。然后像威士忌的部分的话，它有一种桶香的味道。桶香。桶子。桶子的哦，像木桶的桶香，好。对。然后喝起来感觉的话，就是在尾韵的部分会比较香，就像喝咖啡一样，尾韵的部分很香。然后我们就只插在前段的味道。对。那前段我们可以加一些酸。还有中间的部分也要一些香气或者厚度嘛，那可以加一些水果果汁，或是很单纯加糖也可以。哦，加糖没做的。对。哦，所以其实啊，有糖豆膜，其实我刚刚是在考阿三呐，因为他开店前1个礼拜，他才学习恩用的调酒，所以我现在先考他一下，跟大家证明说，其实阿三其实有一套的哦。好，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继续讲芳山农白的故事。好，欢迎真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福起來，我同大家紹介係啲苗栗南莊有一家當地片嘅農創酒吧。啲苗栗嘅酒吧當有特色咯。好，剛剛一開始有講到，其實阿三你是在你喺啲開店前1個禮拜，剛開始學調酒，學做 bartender。所以其实这是在非常短、非常急促的时间，你就要开店了，就1个礼拜的时间，你才开始学。是。那在开店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手忙脚乱，然后非常的状况非常的糟吧？我想。绝对是很可怕的。比如说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很怕调出一个客人不喜欢喝的酒，因为毕竟他们消费者出钱，那我很重视这样之间的那一种过程，对，然后所以开店第一天，我的朋友，我的老师，他也有在我这边帮忙调酒，那之后当晚就结束了，然后就回去，对，那第2天就完全是靠我们了。是的，怎么办呢？就吧台上面贴满小抄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小芳，小芳你自己看到的状况是？我们一开始是有那个 menu 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只会调 menu 上面的东西，就是menu 上面几种，10种有吗？那时候有10几种，10几种，就是有一些经典，然后还有一些创意的调酒，然后就是像他说，吧台前面全部都是小抄，然后但是有时候客人还是会喝到不满意，然后他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调，所以客人如果喝了不满意，他还会跟你说，我觉得我们会去询问他们，询问他们喝的觉得怎么样，所以去喝的客人好厉害哦，他们其实还蛮专业的耶，就是会有是我们一开始太菜了，是这样就是了。所以如果1杯酒你们会做到客人满意，这样大概要调几次？因为通常我们调第1杯的时候，他如果不满意的话，然后我们会收回来，我们就会免费帮他再调1杯。然后他其实他会看到我们真的很用心在调1杯酒，然后通常第2杯他都会满意了，第2杯就可以抓到他的口味。所以花多久时间才不用做第2杯？是差不多2、3个月过后，我们就把 menu 撤掉了。为什么要把 menu 撤掉？就差不多就 OK 了，就开始可以自由的调了。哇，所以2、3个月的时间，我想你们应该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练习，才有办法在2、3个月的时间做得他到银行的要求，还够不用一直重做。对，所以其实刚刚讲到他们是会为客人的口味去做调整，那其实后面也有延伸许多客制化的调酒，就像今天有带来许多不同的款、不同款的调酒，就像这个亚黑马街亚黑不阿 Q 莫奶特制的，对不对？这是我特制的酒，因为我有听他们讲说，其实
阿山还有做功课，他有看我的照片，就是看到感觉你，然后可能就是了解我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大概就是很甜美，就像这个粉红色一样，去给他共吼。所以我现在要喝这个阿 Q 莫应该为我专属调制的酒，它有名字吗？有，它叫日落沙滩。日落沙滩啊，好浪漫的，跟我一样。所以我要把它搅一搅，对不对？对，简单搅一搅，然后直接对着口喝。对着口喝，为什么上面会有一个柠檬片？而且这个柠檬片，我觉得它好像颜色不太一样。它是有烤过的干燥的柠檬片。烤过，为什么要烤过？像这杯虽然是里面有放冰块，但是我是不放吸管的。不放吸管。对，我希望说你在喝酒的时候也可以闻到这个香气。哦。对，那你加上吸管的话，它离杯口还是有点距离，你就闻不到那个香气了。哦，大家好，我记得提醒一下，喝酒做唔得食材的，每做唔得去好多摆吼。我大家要注意到的吼。好，阿 Q 莫呀哈，我来喝酒了，感谢你做事哦，我不是在偷懒哦。好，所以我要先闻它的酒香。对，先闻一下柠檬片的香气，然后你刚刚看到底下沉淀的部分是洛神花糖浆，这洛神花是来自于台山县那边农场。其实酸酸甜甜的米西，对，这个酸味应该不完全是洛神的酸味。对，这个酸是来自于南部的荆棘。荆棘，对，难怪它好清爽哦。这真的有酒吗？因为我喝起来，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酒味的，我几乎喝不到酒味哎。它的酒是用龙舌兰。龙舌兰是很烈的酒哎。对啊，龙舌兰很烈啊。可是我喝起来完全没跟龙舌兰的味道。而且龙舌兰好像很适合跟酸的味道结合在一起的。对，它很适合去做一个热带调性的调酒。那龙舌兰再搭配荆棘的酸，这个酸很柔和，然后还带一点莱姆的香。对。最后再加上洛神花的甜。对。好好喝哦！要这位阿 Q 莫应该特制的酒，没错，不能说我也很好喝，我也很好，所以我调的调酒很好喝。好，这个是我的叫日落沙滩。对，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个？我们来介绍隔壁这一杯好了。好，隔壁这一杯听说也很特别，因为有个董 T P 要看起来冲茶用诶，有没有这个深色冲咖啡色？这个是什么样的调酒？这个调酒很有趣啦，我是用长岛冰茶的概念。长岛冰茶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款调酒。对，那长岛冰茶的概念，那怎么样让它有不一样的特色，有芳山浓霸的特色呢？我们在酒的部分一样是融合了3到4款酒。3到4款酒，那我来做一个挑战。阿 Q 莫应该对米头，我对味道也是非常的灵敏的，我很喜欢煮菜。那我先来喝喝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可以猜一下食材，里面有加入了2种食材，都是客家的，是吃的食材。吃的，那应该是水果之类的吧？不是哦，不是。哦，我先色快的。这杯冰块可能融化了。有可乐，一定有可乐。对，有可乐。你给我给我一种。那是什么奇怪的味道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味道有一点跟我想象中一般的调酒味道某马该 Q 用呢。这马该问某马该 Q 用，这里面到底加了什么？这里面我加了客家的那个香菇，干香菇。Oh my god！ 还有萝卜丝。阿妹哎，我给调酒底度改了，用东西要没菜包底度这样以为嘿，这不是菜包里面才有的东西，你怎么把它加到我调酒里面？因为它们味道非常的香，然后很特别，然后我觉得也很代表客家精神。这个是你们店里面都会有的调酒吗？最近才研发，因为这个食材我尝试了很久，大概试了半年才创造出这一杯酒，所以不太好处理。但是我觉得，因为老配高人桶跟香菇、枣味香菇，他们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这种特别的味道在鸡汤里面非常的搭配。但是我突然也觉得它跟可乐好像也蛮搭配的耶。很有趣啊。对，你怎么有这个灵感做这样子的搭配？
好，就是这2种食材味道非常的重，但是它融入酒的时候，你会发现味道有点干干扁扁的。对，干干扁扁，它加了，而且还有可乐。对，然后我先融入一个就是自己去做的焦糖，好，然后去把它的味道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呢，它有香气了，又有厚度了，有口感了。那我接下来就是要让它清爽，因为这个味道还是属于不耐喝。然后清爽的话，可乐调性会比较适合它。对，那主要的加入里面的酒会是哪一种酒？因为刚刚有说了用长岛冰茶概念，所以有融入了伏特加、朗姆酒跟琴酒。这味道都很重，但其实我都喝不出来。对，因为应该是被那个老配管桶熊骨诶米西压过去了，对不对？因为其实琴酒它是有一种非常特殊，有点像香水的那种冲鼻的气味。可是其实在里面我是完全没有喝到的。哇，有冬天片嘛，同样菜天的特色，也着你下个落配是韩国早的香菇，唔咩都吹爆地度老几桶酒来做结合，都有特色咯。先休息一下，还有冻到冻有特色的酒，爱同大家来宵夜。真都福起來嘅節目，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福起來嘅節目，啲都愛同大家紹嘅係啲美麗咧芳山農吧嘅嘅，仲有特色嘅創意調酒哦。剛剛阿權妹說了2種，一種係為阿權妹嗌特調的日落沙灘，還講另外一個係你嘅客家特色嘅調酒。接下來我來紹嘅啊凍醬嘅鵝黃色，故說研究來請很講咩凍醬嘅小方來同大家來紹嘅，這是什麼樣的調酒？這個是用現在當季的柚子來去做的。柚子，那我喝喝看。我這是哪個地方的柚子？因為它的柚子是並沒有那麼苦，因為其實我們我很喜歡喝柚子茶，就是那種韓國的柚子茶，或者是有一些小農們，他們也會自己用柚子做柚子醬。那這個味道，我是覺得會有一點苦，但其實這個酒裡面的味道，我是不覺得它有太多的苦澀味的。這個是用新竹峨眉那邊的柚子，然後也是小農他們是完全沒有施打任何的農藥，然後是用有機的方法來去種的。所以是柚子再加上哪一些的酒來做調配？柚子酒、萊姆酒。柚子酒、萊姆酒，龍舌蘭，對，還有龍舌蘭，也有龍舌蘭，所以其實用這些果香的芳香，其實不會讓調酒不會讓酒這麼的難平易近人，因為像很多女生或者是。對，很多女生其實她們是不太喝酒的，因為覺得可能酒味很重。但其實我覺得調酒是大家泰雅族都會來認識的，對不對？那剛剛說有柚子酒，還有萊姆酒，還有龍舌蘭。對，龍舌蘭。對，然後柚子是小農的產品。對，所以其實你們的酒類是不是有很多的原料都是跟小農這邊來搭配？對，就是我們會去找各個地方的小農，然後會去專門去就是去找說他們是真的是有很好的在種植這些水果，然後沒有亂加一些有的沒的東西。所以你們還特別去搜尋了小農，然後可能也確定他們的種植的方式、栽培的方式是沒有用農藥的。對。然後就算這些蔬果醜醜的也沒關係。對，我們會專門去跟小農收這些它比較醜的水果來用。專門還去請他摘果子。對。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吃到講，我愛買果子，我青菜愛買醬誒，好看呢？為什麼我要買醜的呢？因為它這些水果雖然醜醜的，可是它是真的沒有加農藥，所以才會這樣醜醜，才會被蟲咬過。所以這才是真正很好的水果。韓國呀，拿素紅誒，沒黑懂對你小 S 也是很漂亮的顏色，它是有點粉紅色的感覺，要黑馬該調酒。這個是現在3灣的水梨。水梨為什麼是粉紅色的？它裡面還有加了哪一些其他的？它裡面有加了金巴利苦艾酒，我用這個很特別的藥草的苦酒來去襯托水梨的香甜。苦酒，有，我喝到了一點苦味，但是我以為它是葡萄柚。對，它很像葡萄柚的味道。因為葡萄柚帶有苦味，你會以為是葡萄柚，但是因為它藥草酒，它味道就比較偏草本系列。然後去搭配這個3灣的水梨，還加一點萊姆，加一點
加一点柠檬，就非常的好喝了。哦，真的，我觉得这一款虽然有一些的腐腐的米头，但是我觉得色神冻浆，韩国米西又浓厚，韩国那个一比应该吃到，我觉得这个很像，你知道抹茶，这一杯有点像，这个是抹茶吗？这个是什么样的调酒？这个是用南庄的五叶松，它是一种植物。对，五叶松可以吃或喝吗？它可以喝，它可以喝。它一般会做成醋饮来去喝。醋饮，哎呀，黑南种的 T 色。对，醋饮来喝，所以这个是五叶松的汁液去。对，我们把它打成汁，然后再融入调酒里面。OK， 好，给亚哈雅的色可拿哦。这个好自然的味道哦，五叶松我有闻到，有一点像是青草汁的味道，对不对？它是有草的味道，非常强烈。它里面还加了什么？它里面有加那个柠檬香甜酒。哦，对，还有青苹果，很香。对，青苹果就是青苹果，我觉得那个草本的香味跟青苹果的味道是非常的搭配的，对，非常的合。对，所以今天带来这5样调酒，阿群我爱好呀，它色嘞，比较稀奇，有一些嘴面都已经有一点疯。其实啊，其他的有懂的调酒，那其实我有一个调酒啊，吃到改个名的懂 T P 叫做姜鸡堡。对，姜鸡堡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名字？它真的是一个人名吗？干嘛推来推去啊？好，小芳说，姜鸡堡它其实是南庄的一个人，然后，就是他以前是南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议员，对，然后他在南庄他有一个木材工厂，木材工厂，对，因为南庄以前是矿业和林木业的。所以这个酒跟这个为什么会把这个酒取为这个人的人名呢？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来，阿山请说。放空嘞。好，那个姜鸡堡他以前就是他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木材厂，对，然后以前的小朋友非常的穷嘛，那很多人都会跑去他的木材厂，然后去找那个肉桂木。肉桂木，对，肉桂木，然后剥那个肉桂树皮来啃，因为那肉桂树皮辣辣的、甜甜的，吃起来肉干，像是零食的感觉。对，零食的感觉。然后我就利用这个肉桂树皮这个食材来去融入这个调酒，做成一个热的冬天喝的酒。热的调酒，我印象中热的酒只有清酒而已，还有其他的酒可以用热的。可以，它可以做。很多种版本热的调酒，但是我这个是融入了陈年的朗姆酒，朗姆酒，对，香气非常重，然后来融入了一些苦精跟对还有肉桂木。好，古时候还有桂米些一种社会调酒，错冇？对。对，所以其实 Enzo 的看到芳山农吧，其他的会调酒用有可以帮民众做一个客制化的特色，那也有在地的特色，在地的不管是食材、含黑菇丝，全部就不用都给调酒底度了，对不对？对。那除了有这个客家的故事，有在地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南庄还有南宫一家出品，就是我们的塞夏族。对。所以呢，店里面还有另外一样产品，它是什么粽啊？这个是小米粽。小米粽。对，这小米粽它这个版本是属于塞夏族的版本。塞夏族的版本。对。也汉的是可能。有看到后呀，第一度有小米，还有牛，哇，有一些的太黑，我吃小口一点。它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因为我觉得它的小米吸了非常多叶子的味道。它每个季节其实会用不一样的叶子来去包，然后这个好像是月桃叶。对，现在这个季节都是月桃叶，月桃叶会有一点淡淡月桃花的香气。跟你讲，等于我想讲，AD 酒吧里面贩卖粽子，而且听说这粽子有限量，对不对？对，这个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只出个10到15颗，好。10到15颗一个礼拜，对，一个礼拜，所以一天平均分配2颗就没了。没有，我们只卖可能5、6日，3天卖完就没了。它不能放太久。然后，我们想要就是用在地的东西啦，对，强调南庄是一个很有趣，然后
然后很多东西需要很多族群。对，我们是在探索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从由吃来带起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我们就找了塞下的小米粽，然后来让这个观光客来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吃得到。所以我觉得我今日唐阿山还有小芳其他的共其他的芳山农爸的想法，我觉得他们不单只是七嘎好喝酒听听，其实不只是爱喝酒，其实对于地方有很多的想法。那我想请阿山跟大家讲一下，你成立了这个芳山农爸这个品牌，你的品牌的创业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建立这个品牌，然后融入在地的东西，好是想要极力去推广说，台湾有很多好的食材，就是不见得一定要挑到选一些便宜的东西，然后让这个身体就是吃下去不好，就是食安的重要性嘛。那我们就使用吃农教育来带起，然后再强调说，南庄其实可以去开这么有趣的店，然后也可以让在地的年轻人知道说南庄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让人家觉得南庄不是只有老街了，对，也不是只有桂花巷了，然后南庄还有一个酒吧，然后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而且它叫做农吧，它不是酒吧，可以结合农业、农种的特色的酒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它是在南庄，不是真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街桂花巷那一块，它大概的位置是在哪个区块？跟大家迅速的解说一下。它在就是桂花巷那边是邮局那一边，对。那它其实是有过市场吗？超过对面的市场，还是说其实在南庄那个桂花巷的对面那个地方？在南庄的警察局的后面的一条路，然后那是南庄真正最老的一条街道，真正最老一条街。我跟的黑你轻返用的素材，但是它是最有历史意义、最传统、最真正的老街。各位观众朋友，告诉你啊，就去有限的时间做得去到南庄来歇一安步石头就做得去到芳山农吧来聊聊啊。今日沈梦亮 V 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你们，好，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间，先休息一下，等下谈谈欣赏好好的运动哦。